各位评判先生，各位参赛选手，大家好。我是T10號，今晡日我要演講嘅題目係看天時過成法。中華民族係以農業為本嘅民族，千百年來嘅祖先靠松樹、鋼山、鋼鐵、順應等天時，靠耕種來過生活。故所嘅老祖先發明了使用世界無共款嘅農民力，還佫有其他民族無嘅24節氣，順應等天時，記得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。人哋雖然過到清艱苦，唔過風樂單純。在台灣嘅傳統上面地位，有青島看天時過生活嘅足跡，就像忙生5日中，學好5日旺，食了5日中，屁股長鬆動。意思係講5日節慢過，天時無天錯，變冷變熱，寒天嘅衫褲總得極定豎起來，用天開生活來印證，還係依準哦。還有一句，天公把山曬到變乾，天公把海落到無奈餓死。意思係講，天公出現，靠山嘅片出現天公，當然日頭會當來，強強會老人曬到變乾，變到變，天公出現彩海也變色，就會講，當然就會落太雨，太多強會老師傅都會硬呢，連愛餓死都無法鋪落腳，可見祖先對自然天時有深入嘅觀察，將觀察到嘅現象結合在生活中，真正係看天時過生活。因緣四季嘅天時都無相用，勞苦嘅各種人也聰明嘅運用天時，總無相用嘅作物，本應也了人因緣四季都識得到好食嘅果子。春天有芭樂、枇杷，熱天有西瓜、酸奶，秋天有柚子、烘柑，寒天有柑的、香蕉，食到無相款嘅果子，就佇遐嘛嘅季節了。一年24節氣，從立春、易水，一直到小寒、大寒，每一個節氣代表無相用嘅意義。來天、四天、落皮、樹冬，樣樣都係肯定節氣下，唔但請人類，動物也係看天時過生活嘅，見到順應等大自然嘅變化，生發出其自家嘅生活方式。歇下口氣。歇下口氣，發他嘅建議。開採發展。開採發展創工業，高量嘅垃圾空氣污染了大自然。老天時改變了，春天不再溫暖，熱天越來越熱，秋天不再涼爽，寒天唔會寒冷。因為人嘅影響，天時太亂，故所現代人應該愛分享老大自然嘅關係，尊敬自然，了解自然，本自然都尊敬原本嘅規律，本萬物做得轉到看天時過生活嘅規律生活。原
文日哪个员工多呀？什么